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31号。这一期咱们还得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现在网上关于新能源汽车这个讨论非常多，尤其是汽车圈的恒大这个话题引起热议。那么汽车界恒大是危言耸听还是盛世谨言？最近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一次采访中称，汽车界恒大已经存在。这个节目咱们也介绍过，一时惊起千层浪，对吧？引发市场震动和热议，甚至导致部分上市车企股价连续下挫跳水。汽车界恒大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它跟暴雷联系在一起，它跟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这三高也联系在一起。大家更关心的是魏建军所说的汽车界恒大到底是哪家企业？魏建军没有点名，但似乎他又点名了。网友都是心领神会。昨天5月30号下午，这个比亚迪品牌及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在个人微博发声，当然他这不是第一次发声了，他前面已经发过声了。但是他发现这个市场网上舆论是越来越大，大家把矛头似乎都指向一家企业。这个比亚迪品牌及公关总经理李云飞，他就感觉大家是不是都指向着比亚迪，所以他又发了个微博。他的微博这么说的，他说最近好多朋友给我说，看到大量的文章、评论还有视频，都暗指我们是汽车圈恒大。说实话，我很困惑，感觉又好气又好笑。这一切源于上周长城汽车魏总的惊人言论。现在汽车产业里面的恒大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没爆而已。新能源汽车厂商很多，不能否认比亚迪是佼佼者，销量比较大。那还有特斯拉，那还有什么吉利，搞新能源汽车的非常多。还有造车新势力，蔚来、理想、小鹏汽车，人家都屁股坐得稳稳的。为什么比亚迪他总觉得感觉大家都在说他，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有点对号入座的意思？或者说，为什么长城的魏建军一说汽车圈的恒大，好像大家暗戳戳的不约而同的都指向了这家企业？恒大这个比亚迪又跳出来自我辩解，这给人感觉就是自己往圈里钻，对号入座。李云飞说，他说在这里我想对一些恶意带节奏的有关势力、发起方、黑莓及水平公开问几个问题，这就属于自我辩解了，有点像王石发朋友圈。李云飞说，他是第一个，他说我们70%的资产负债率高，很危险。那福特84%，通用汽车76%，苹果80%，波音102%，吉利68%，赛力斯76%，他们高吗？危险吗？他这个数据全部是来源于上市公司财报信息，也就是数字不是他编的。他这个问的很有水平。你们老说这个比亚迪70%的资产负债率高，那你看波音还102%呢，福特84%呢，苹果80%，他这个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那个福特、通用，我记得是08年不就爆过雷吗？但是美国政府救了。我印象中，美国的几个汽车巨头当时都爆雷了，就是次贷危机的时候，是美国政府出手救了。他说苹果80%负债率，我们先不说它高不高，那苹果的产品的影响力，它跟汽车是一回事吗？苹果有经销商说囤货吗？把苹果手机买了，不卖到这个消费者手上，就说卖出去了。苹果每卖一台手机，跟它的销售数据是能对得上的，因为你一开机，你用户在使用，人家马上就知道了。那个人家公布的数字是真正的卖到消费者手上多少台。好像今年第一季度这苹果的销量也有所下滑，但是人家总体上还是供不应求，非常畅销。波音102%负债率，那波音的订单都排到10年以后了，你比亚迪能说你订单已经排到10年以后了吗？他说的这些负债率都挺高的，但是你比亚迪能跟人家比吗？第二个，李云飞他说他拿我们总负债5800多亿说是很危险。那丰田2.7万亿，大众3.4万亿，福特1.7万亿，吉利5047亿，上汽6104亿，他们危险吗？他这个比较又不对了。比如说上汽人家对吧，有个好爸爸。福特咱们刚才说了，人家救过，已经爆过雷，政府也救过。那什么丰田、吉利这些，他一旦车卖不出去，他也会爆雷。只要他车销量不行，神仙都没用，拦不住。李云飞也谈到了有息负债，你们从来不讲，也不带节奏。也就是说，李云飞说比亚迪这个负债里面有息负债比较多，不是有息负债比较少。他说你看负债，大家重点要看有息负债，也就是这债你要付利息的。以最新年报为例，他说我们是286亿，吉利是860亿，上汽是945亿，丰田是1.8万亿，福特是1.1万亿，大众1万亿。
亿。他说比下来是不是我们中国车企更健康？他说你们又带节奏说我们的负债主要是供应商应付款，其实一个企业规模越大，营业收入越高，对外采购如合作的体量越大，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更明显。我们是2440亿，上汽是2411亿，吉利是1824亿。他说其实一个企业应付账款多不多，还要看应付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这个比例越低，说明未支付的货款比例越小。我们是31%，吉利是32%，上汽是38%，长城是39%。现在问题是什么？问题他说了这么多数字，那个比亚迪是最好的，长城是39%。那为什么长城的老板魏建军一说汽车界的恒大，那为什么网友好像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家企业？完了，合着你比亚迪自己还对号入座，你比亚迪数字最健康的，那这是什么现象？你应该自己解释这个。有句话叫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我们好着，你魏建军，你没点名我比亚迪，我就不回应，不搭理你。至于网友胡猜，那你猜去呗。他还说了这个供应商的付款周期长，他说我们也同样看国内车企财报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平均周转天数，我们是127天，吉利也是127天，长城163天，上汽是164天，也就是长城的账期更长，163天，比亚迪的账期是最短的127天。那你应该对魏建军的话无感才对，不知道在说谁。就像我在这骂人穷，骂某一家电商平台就要倒闭了，那马云好像他不觉得我是在说他，我在这天天喊说有一家电商平台要倒闭，马云跳出来回应说我们这个经营业绩好得很，财报好得很。或者是刘强东跳出来说有一家电商平台马上资不抵债，那平会跑出来回应什么？说我们健康得很。李云飞说过去几年比亚迪高速增长，反观有些企业却止步不前，新能源业务甚至严重落后。但整体来看，中国主流车企资产负债情况要好于国外车企，中国主流车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车圈恒大，任何唱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言论都是不可取的。这个李云飞还是可以的，他把这个比亚迪，大家如果你们怀疑比亚迪是吧，那你就是在质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你看车圈恒大没有，中国主流车企资产要好于外国车企，他一下把矛盾转移到中国车企和外国车企之间，是不是有点这个叫移花接木，转移矛盾？完了之后就说中国主流车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车圈恒大，但是任何唱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言论都是不可取的。这网友好像大部分是说某些头部车企要爆雷，也未必就说中国新能源汽车不行了，所以他又把移花接木，你攻击我，你就是攻击中国新能源汽车，攻击整个新能源行业。好像这加藤老师比较惯用这一招，这都学会了是吗？打铁还需自身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觉得作为比亚迪，第一个，如果你认为自己非常健康，没有必要对号入座，毕竟人家没有点名。第二个，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吧？老有人说你有问题，你老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样反而你能走得远。大家都是赞美，都是说好，你是世界最大，你是最牛，对吧？就在这种鲜花和掌声中，更容易让一个企业加速叫衰亡，或者是盛极而衰，对吧？反而是天天有人批评他，督促他，说他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他来改进，这样可能走得更远。批评监督才会让一个企业走得更远呢。车圈有没有恒大咱们不知道，但汽车行业的暴雷雷声那是从来没有停过，这个难道不是事实吗？哪吒汽车，什么吉悦汽车，还好多高和是吧，名字都叫不出来了，对吧？一度很多造新能源汽车的暴雷了，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家企业。所以说这个汽车圈的恒大暂且不论，但是这个汽车行业暴雷那是雷声不断。房地产在告别了黄金时代之后，车市一度被视为接替楼市，成为新经济增长动力的家学。早在2023年就有机构公布数据称，2023年中国汽车产业总产值达到了11万亿，而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这是统计局的数字，也是11万亿，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1.66万亿，标志着汽车产业首次在总产值上追平房地产。当然这个账不能这么算，你说到房地产的时候，他说上下游，没有说这个产业链仅仅是房地产，就是卖房子。这个汽车的总产值呢，他恐怕把那个上下游都给算上了11万亿啊，但没有关系。总之，汽车产业这个数也不小了。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东风刮了数年，曾被视为楼市哑火的标志性事件恒大暴雷，却已在汽车界露出苗头。舆论风暴的发酵源于不久前一则采访，也就是魏建军
他对新浪财经主持人说的。自从这个小米汽车的雷军掀起车圈创始人 IP 营销风潮后，互联网营销魏建军从去年开始也越来越多的走到台前。这魏建军在公开采访中多次不厌其烦地强调，行业价格战是一把双刃剑，其后遗症将持续6-7年之久，且这种杀伤力将是毁灭性的。而提到车圈内的价格屠夫，比亚迪又当仁不让。就在恒大论抛出后不久，比亚迪又掀起了新一轮降价，旗下22款车型最高直降5.3万元，叠加各类现金优惠、置换补贴以及报废补贴后，最低甚至5万左右就可以拿下一辆秦 Plus 智驾版。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轮比亚迪所谓的限时一口价，其实是对于4月份降价补上的公开宣传，一线经销网点早已按照该政策在落地执行。比亚迪除了在市场规模地位上与恒大相仿，造车新势力中的蔚来反而比前者更像高杠杆难造血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个资产负债率更高的新能源汽车这个企业啊，人家都没有主动对号入座，比亚迪总是急于对号入座。蔚来汽车的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总销量22万辆，同比增长39%，创下历史新高，实现营业收入658亿元，同比增长18%，但全年净亏损224亿，同比扩大8%，同样创下历史新高，负债总额941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87.5%，早已超过比亚迪。当然，高负债之下的恒大式车企确实存在，毕竟哪吒、威马等曾经小有名气的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但在竞争整合中被淘汰，与行业一致性的塌方，看似表现雷同，却内在逻辑迥异。所以说到新能源汽车爆雷，说到新能源汽车里面的恒大，光靠企业自己解释是没有用的，因为吃瓜群众网友已经被房地产行业教育过一次房地产行业在前面走，我们当然就理解新能源汽车尾随其后。房地产业发生的故事，汽车行业里面难免都要发生，而现在汽车行业所做的事情和当年房地产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了，有人说了，他说汽车可以出口，国内卖不掉，可以往国外卖，这个当然是跟房地产不太一样的地方。实际上房地产它也有吸引外资，外国人也到中国来买房，或者是你比如黑石，你比如泰蒙拿了几百亿到中国来投资房地产，买万达广场，房子虽然不能动，但是钱它动，你不能光看到汽车一船的往国外装，房子在那不动，所以说汽车可以由外国人来消化，房子就不行，这是错误的。这第二个就是什么？你汽车往外运，现在全球贸易大家都能看到，大家都是叫什么保护主义，也就是你的新能源汽车，你的汽车往国外卖越来越难。我们看到这个碧桂园爆雷以前，大家还记得吧？它是2022年，也就是恒大爆雷1年以后，碧桂园才爆。在恒大爆雷和碧桂园爆雷之间，是不是网上也是都在传言碧桂园要爆源？碧桂园要爆雷。我们节目也经常说这个，碧桂园不就是发律师函吗？碧桂园的解释和现在比亚迪的公关解释不都一样吗？碧桂园说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银行给我们授信多少，我们怎么会爆雷呢？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如果再往前看，恒大爆雷以前不也一样吗？我记得咱们节目都放过，在一次业绩说明会上，有记者问徐家印说恒大是不是遇到资金困难、现金流紧张？徐家印笑了。我记得那个视频咱们还放过，徐家印笑了，他说一个账上有3000亿现金的公司怎么会有现金流紧张呢？我们的负债率只有多少，对那些数字也是如数家珍，都数出来了。但这个挡住了恒大爆雷吗？恒大该爆还是爆了。我记得恒大爆雷以前，国外的一家评级机构是下调恒大的评级，国外还有一个做空机构香园是吧？我有印象，大家自己可以查，他就说恒大要爆雷，结果被有关部门要求他改正，责令改正，你胡说八道。几年以后恒大爆雷了，我记得恒大爆雷之前，好像香港的一家机构顶着压力，10家机构有9家都说恒大没问题，就他们一家说恒大这个有问题，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也恒大爆雷以前，他对记者说的和这个比亚迪公关说的，我怎么感觉那么像？所以说你解释没有用。恒大爆雷不爆雷，你的新能源汽车爆雷不爆雷，他们性质也就是他们成因是一样的，你的东西卖得掉还是卖不掉，就这么简单。当然了，如果你要再算上一条，那就是国家的政策，产业政策如果发生变化，就会加剧爆雷。产业政策没有变化，那么爆雷
是不是就不来了？不是的，暴雷依然会到，那只是说你这行业有没有透支，这些韭菜还能不能买得起你的东西，市场有没有饱和，是不是供大于求，产能是不是大量的富裕，产能向外转移不了，低质化竞争，没有核心科技，只能卷价格，这些都是导致车企暴雷的原因。你那报别人数字，你可以左调右调，那些数字你可以修饰，你唯一不能修饰的就是钱，现金流。当你生产出来车卖不掉的时候，当你的供应商再也没有办法帮你压货的时候，就是暴雷时刻啊！比亚迪济南的最大的一个经销商不已经爆了吗？所以目前来看，这个汽车整个产业它都在降价，不光是新能源，你看 BBA 宝马5系，我昨天看新闻，宝马5系好像525只卖26万新车啊，10年前这个宝马525那至少卖50万，那现在相当于腰斩，就这个它也卖不出去多少辆，因为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反过来说就是产能太大，供大于求。即使恒大暴雷以后，许家印依然在算账，不停的在向社会解释我们有多少资产，我们给银行做了多少贡献，我们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我们还有多少正在建的项目，他还不死心，就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算账，我对社会有贡献，我这个暴雷能解决，现在解决了吗？我们把汽车要看成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目前面临着什么问题？就是消费不振，汽车发展的红利应该差不多了，该买的车都买了，没买的恐怕也是勒紧裤腰带，能不花的钱不花了吗？大家都是存钱，所以说汽车销售的这个顶峰恐怕已经到了，没到也很快了，后面就要走下坡路了。之所以咱们看到汽车销量节节攀升，那不就是魏建军说的吗？0公里二手车太多，我们的汽车厂商统计是除了汽车厂商的库房就算卖出去了，实际上你要真正的算到消费者手上，所以这数字都是可以造假，我唯独不能造假的就是钱，你倒是没办法对付。国内市场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唯一说能涨的恐怕就是海外市场，但是海外市场你欧美这些地方人家都要贸易保护，所以压力很大，那恐怕也就是南美洲、非洲这些地方，但是南美洲、非洲他们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充电桩他们还投巨资，你要卖新能源汽车面临的问题就是充电桩，所以海外市场也不乐观。根据乘联会的数字，目前咱们汽车的库存是330万辆，汽车行业也面临着清库存，跟房地产一样，所以房地产行业暴雷，房企暴雷，虽然表面上看是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实际上它直接的原因还是楼市低迷，房子卖不动，去化难，流动性危机，而且它现在在传染，从恒大、碧桂园、融创，现在已经传染了万科，万科的房子也卖不掉，保利的房子也不好卖，中海的房子也不好卖，中海的打6折在南京卖房，价格越来越低。哪吒汽车为什么暴雷？哪吒汽车拖欠供应商60亿的货款，赔钱卖车和赔钱卖房是一样，你只要能卖得出去，那都算你赢。所以你看那个央企中海打6折卖房，为什么？你这样卖出去钱回来，你就不至于暴雷，至于亏钱都不重要了。所以说赔钱卖车还是赔钱卖房不要紧，最可怕的是卖不出去。所以说爆不爆雷，你就看你的车到时候能不能卖得出去。等到新能源汽车卖不出去的时候，你想不爆雷都不行了，只不过是谁先爆谁后爆的问题。杠杆高的、有息负债多的，那就先爆；家底薄的先爆，家底厚的、有息负债少的、杠杆低的，它晚一点爆，就这么点区别。所以如果你只是仅仅的狭义的认为汽车行业有恒大，你要看到恒大爆了以后是汽车整个房地产行业一个接一个的爆，连万科这样的都要爆，连央企都顶不住，它是一个行业问题。所以说汽车行业有没有恒大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汽车行业面临的危机怎么化解。这个危机就是产能和消费、产能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对新能源汽车的警示，不光是魏建军，实际上很多行业专家、行业研究人员也提出了警示。你比如说前不久统计大学的汽车学院的朱锡产教授，汽车学院呢，那肯定是研究汽车产业，他说魏小李3年内团灭，就是未来小鹏和理想3年内这3家公司都没了。他这观点不更惊人吗？实际上就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暴雷。他的观点认为车企活下去根本是自我造血，造血的前提是规模化，因此未来3年，未来小鹏、理想独立生存概率为0，必须尽快启动兼并重组，并且他认为年销200万辆才是目前车企存活下去的门槛。朱锡产在接受采访时还为车企研发算了一笔账，他假设一家车企投入了100多亿进行研发，如果卖出去100万辆车，每辆车可以平摊1万块，如果卖出去200万辆，那么每辆车只需要平摊5000元。
那有很多人就说了，魏小李现在不活得挺好的吗？他动不动还融资啊，这一切都是表象，都是假象。因为现在你汽车还卖得动，你的故事还能往下讲，对吧？这就和2020年房地产一样，照样有人拿着钱往房市冲，照样有人投资房地产，房企照样能借到钱，能融到资，能增发。一旦恒大暴雷以后，转折点就出现了，房企突然发现自己融资难了，发现韭菜不买房了。所以说，新能源汽车行业一旦出现拐点，我刚才说的，也就是你家底薄的、负债率高的、杠杆高的，那就先爆；家底厚的、负债率低的，晚一点爆。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